一個男仔或者一個女仔行埋一齊，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開始談婚論嫁，諗下應唔應該同對方行新嘅下一段路嘅時候呢，好多時候都會諗究竟應該點諗呢？咁樣。今日咧介紹一個叫 SVR 嘅理論啊，咁順住嘅 S 先嘅。咁第一個 S 咧就係叫刺激階段 stimulate。咁咧通常咧一開頭同人拍拖嘅時候咧，都係因為受住對方外表啦、行為啦、性格嘅刺激咧，令到你想同佢一齊啊。咁呢個好初階冇問題啦。第二個階段咧就開始講緊 value 啦，就係講緊價值觀嘅交流。究竟大家嘅思維方式啊、行為模式係咪相似呢？而呢一啲行為模式雖然未必相似，但係會唔會係互相補足，令到你哋感情發展有利呢？咁喺第三階段就係 role 啦，角色嘅階段。究竟你同佢嘅角色係咪真係一個互相補充、對方填補空缺嘅位置呢？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